高雄捷运黄线施工来到凤山路，这车站的名还未公布。有机关伫咧地方举办交通论坛，有不少这凤山的居民和当地里长是拢建议，其中 Y27站呢就爱保留旧地名七老爷。这运输局也回应讲呢，这后面的停驶会伫咧通车前1年才来启动。今日叫七老爷。你敢知伊为什么叫七老爷？嘛唔知影咧。 高雄凤山的五甲、南京甲水龙东路这卡搭是属于老爷里，不过你若问在地人住倒规，因拢是讲旧地名七老爷，多连公车站嘛是叫七老爷站。最近有议员伫当地办捷运黄线设站的论坛，都济里面拢要求，到时 Y20这站的名一定要用旧地名七老爷来号名。当地时代讲，因家自清朝就号做七老爷，甲当有200-300年的历史。不过到底地号名是安怎来的，讲法有真侪种。 很难去考究这个问题了哈，是不是以前有7个有钱人住在这里呢？或者是首先来这边的一个有钱人叫做排第7，我们也不晓得。把人与在地的历史结合为合一，让大家做到我们老爷里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是七老爷。 除了车站名爱连接在地历史，因为这运站的预定地价是一个3车路口，车流真大，因此地方也建议开始动工爱有交通的配套措施，到时周边的车道设计，汽车、奥多巴的分流也爱好好规划。汽车、公车跟机车这个混在一起的险象环生状况，所以都希望是未来在站体完成之后的路型调整跟调配都可以把汽机车分割岛的拆除。施工当中的国际黄线总长要23公里，有23个车站。针对在地建议，捷运局表示会配合需求，重新设计这大路口的车道。另外，一般捷运站号名拢是通车的前1档才会开始做，因一定会重视地方的声音列入参考。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永昌报道。